好，咱在座各位法师、各位莲友，咱遮台湾的遮所有虔诚的佛教信徒，大家午早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真欢喜啊！就这个一面吼，来甲各位大家分享咱有一寡对代志的看法啦。咱必须要甲互相各位呢，大家来探讨、来研究。尼，咱主要的重点就是要如何，互你家己的心上、心的内面，袂去负担、袂去烦恼，袂甲人啊冲突。咱呢内外拢亲清净，咱一心都是要来去发愿念佛来去西方，各位吼，这是咱所愿望的其他的代志就对。所以咱为着要安尼，你伫世间的生活当中，咱必须要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，有一寡观念必须要端正，唔好讲我都念佛，但是下底下见安尼啦。自私自利、高价高冲突，那呢？你念佛咯，虽然讲你真有善根、真有福报，但是你行为偏差，结果最后无人缘，要往生的时阵真受苦。为什么？就是你生活观念偏去，行为错误去，所以咱要斟酌。所以这个观念必须要互咱各位知影，修行的过程，苦事都从自己做起啦。艰苦的代志，你的观点、你的想法就对，你必须要爱伫家己做起。咱唔好讲苦的代志，直直要撒互人就对安尼。我做一去，我来承担，我来负责，我来面对，我来解决。这是有勇气的人，有担当的人。各位做代志要有这个魄力，乐事都为别人设想。快乐的代志、幸福的代志，你要多多为别人来解设想。今仔日得到什么真好的代志、好的代志啊？咱就想讲别人唔知有啊无啊呢？别人的日子到底经营什么款啊呢？伊的生活是不是会得过无啊呢？咱拢会去受到这代志。这是我甲恁教各位，咱一个修行人，咱要有菩萨的心肠，要有慈悲的愿力，多多替别人来考虑，替伊设想。安尼，咱才是修行才有价值。为什么菩萨会成就菩萨？为什么？因为伊的心中只有众生，无伊家己就对，没有他个人了。一个人若是拢会当为别人伫设想的人，这个人是菩萨啊，各位对不对？你若自私自利，这个是凡夫众生啊。所以咱要知影，有快乐的代志，要多多为别人去设想，这是咱应当要有的观念。歹代志呢，都由自己来承担。这个代志做了失败啦。无成功啦，未顺势啦，人若要追究责任嘛？各位，这种无好的代志，咱拢应当要由自己赶紧来去承担。承担就是敢去面对，好好去接受就对。唔是安尼，人若讲啥就倒撇，这唔是我啦，这不是我啦。明明都是你家己去做的代志，结果就推卸责任就对。这是足唔好的，无负责任的态度。你无迄个忏悔的心，各位，这是足唔好的代志，各位。安尼你听有无？未成功的代志，咱应当要由自己来承担。好代志呢，要互别人多多阿谀赞叹。咱若一件好代志，哎呀，这件代志做得真水快，做得真圆满啊，真成功哦，各位。人讲这都阮大家合作啦，这拢阮大家师兄弟因共同付出的，共同帮忙斗相共的，拢是因大家啦。呢，要阿谀要赞叹，拢互别人首先，唔是讲家己讲，哇，这就我做的这个呢，伊家己来包揽嘛呢，这唔好。在座各位一定要记得，一件代志要成功是靠众人的亏来过，对不对啊？众人的亏来，都唔是你家己一个熬咧。我哎呀，师你都未含慢啊！但是我若无恁在座各位大家合作，我要安怎行？寸步难行啦，代志就挂碍重重啦。在座，所以咱要注意这点嘛，拢一定就是靠众人的亏来，来顺势圆满成功。若要阿谀，先阿谀别人。所以咱爱用这个北长，有这个度量，有这种的象征，安尼咱伫世间拢甲人结好缘，真欢喜甲你亲近啦，愿意甲你斗阵过，对不对啊？各位你听有啊无？你爱有做啊，爱想啊，爱记心肝，
这个话这么好的话，要用纸包起来，啊，放在心肝内底，放在你的脑海内底，你要放起来，而且随时都能要求自己改变自己，各位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不是讲耍都鸡蛋杀啊，好处拢家己要报，啊那歹处呢，无好的代志拢杀给别人，这种自私自利，心肠呐无好，度量阁真刻的，安尼都唔好，各位修行就免修啊啦。安尼免修，你的业力真大，所以私心呐伤重，你的业障一定加滚，业障一定现前。所以在座各位一定要注意这点。师父这样讲，你们同意吗？同意。同意啊？能接受吗？可以。好，苦事多从自己做起，乐事多为别人着想，坏事多由自己承担。好事多给别人称赞，各位，如果你这样，你的生活会非常的知足啦。为什么？人也很好啊，大家对你起恭敬心，你跟别人呢不会对立，所以你的日子就很幸福。所以咱老弟世间，这叫世间法。我们佛法不能离开世间法，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一点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好。